最终是会波龙峰遭到三振出局，将会下形成2出局。持续的为悍将来继续加油，接下来上场打击第8棒，准备好5号悍将攻势一棒王念浩，双手握拳，将这力量对你练好。1、2、3、let's go！ 出局，陆军也接受了下悍将的进攻。